这样的经费上对我刚讲的，对我的消费，从花费到消费，分交给你花费，你不管你对人销售的，而且大小，很大小，不会画的当下，你关在看现在，你怎样关的数量。你把怎样管的天天管当下，不是管到北京的当下，北京的历史，北京的你就管爱做，你也当教你所爱，就你把掌管台湾话这世间，虽然真乱，无论政治，无论军事，无论天灾。无论什么情况，我们现在一样啦。我就是只有人，而家被爱被动，完领导权，不管反正管，虽然是乱叫，你也不管变，他提醒我，我就看这个戦亂的中間，看這個驚嘅時代。一旦最助力當前，還助力，所以我這就一點一點碎嘅碎，總是我相信啊，變現，我那麼努力變出海嘅大，雖然是碎嘅這個數，你若欠，你若幫助我就心就對個，是吧？我這個以你的面前，我的欠欠不能有錢，你幫助我的帶我跨過這個考驗。雖然就變聽的驚驚，還是我的驚驚，都完全在我較體驗到注意的動在的點大感快，真感謝你，我其他嘅人到這啲嘢面前，我雖然袂當來到這裡面，拄着變聽，還是錯，還是事情，無論在做就你點點，第三個點，換三個點。他到關鍵那這個見法，我的底下的見法，真正會把這個領受，真像河水，我的心變來定，我的心，我的政治，我的手，一心最，我願意這個見證，就一直到這個面對對到這個晚上為你開出無邊的路，我覺得講出的。
象形体，往危险的来自关于当象形的当中，压力，来对这个素养所言。大家平安，今晚请咱大家准备咱的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有行歹人的计谋，无挖苦罪人的路，无坐5万人的位，即互人恶去。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请咱做伙来吟诗193首，敬拜上帝。第193首，这时就耶稣。
是的。这个第193首。重点。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改变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相信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灵大开，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一个当录音府。第三日，对世人中过活上天，当这个全能的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人死了。我信圣神，我相信共同教会，这个上方最下面用地过活，永远的画面，画面，这样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34篇。启用文第34篇，也是以赛亚书第53章。咱所听见的有脊椎一只，因为在伊的面前生长，亲像刺刺的叶绿。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见，互人放杀。
伊受看天，亲像互人食面无看的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痛。哦，总是为着伊，总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也久无开嘴。我亲像羊在进门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去。伊虽然无惊强暴，所以也无有鬼骗诡诈。伊放上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以上，咱来看今日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第60到19，第6到19，第60。你所相信我伫世间的人，我已经用你的名对因显明，因本是你的，你用因相信我，因也已经受你的道理。但因知既然你所予我的，拢是对你来，因为你所予我的话，我已经予因承受伊，也确实在我对恁出，我信你找我。我为着因求，毋是为着世间求，就是为着你所予我的人，因为因是你的。既然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伫因有得到荣光。打了后，我无伫世间，因伫世间，我归伫你，圣的爸啊！愿你伫你的名，就是你所予我的来保守因，我做一个亲像咱一样。我甲因伫个时，你捌伫你的名，就是你所予我的来保守因。我才有过因，伊中无一个沉沦，只有迄个沉沦的人，哪定。我圣经得到应验，但我就劝你，我又同世间讲这话，我予因我的欢喜满伫因的心内。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予因，世间万论因，因为因无属世间，就像我无属世间。我毋是求你，予因出世间。就是保守因脱离害的，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愿你用真理予因成圣，你的道理就是真理。第18节，亲像你找我入世间，我也有找因入世间。我为着因来做圣。第18节、19节。为着亲像你找我19节，我为着因来做因，来做圣。19节到这以上。咱接续来看中文的圣经。我已经把你显明给那些你从世界选召出来的，托付给我的人，他们原属于你。
你把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现在他们都知道，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我把你所给我的信息给了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他们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也信你差遣了我。我为他们祈求，我不为世人祈求，而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所有的也都是我的。我的荣耀是借着他们彰显出来的。我现在到你那里去，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借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保护他们，其中除了注定灭亡的那个人以外，没有一个吃掉的。这正应验了圣经的话。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的时候说这些话，为要使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把你的信息给了他们，世人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从世上把他们带走，但我求你使他们脱离那邪恶者。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他们也不属于世界。求你借着真理使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你，你的话就是真理。正如你差遣我进入世界，我也差遣他们进入世界。为了使他们的缘故，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好使他们也真诚的奉献给你。咱做来祈祷，主比看阮的祈祷，阮感谢你，伫昨今仔日透早有的所在有得到你所赏赐的雨水，虽然不是介大的雨，但是你互阮这个大树欠缺的土地会通得到休困，来得到你所赏赐雨水的滋润。阮感谢你的保守看顾，阮也继续为着全世界还阁伫这个疫情真严重的情形的国家人民来代祷，亲像印度，亲像日本，亲像伫美国其他的州，还阁有伫欧洲侪侪所在。阮的国家台湾伫最近也因为一寡疏忽造成疫情的扩展，伫昨日有181位的本土病例，伫台湾的今仔日也有206位的确定的病例来产生。求主你继续来看顾，也互这个第一线防疫的这医护人员、这的官员，会通伫这个紧急的状况的中间有助你的保守你的智慧甲智地，会当带领台湾来度过这届的难关。阮也继续为着阮家己、甲阮的教会来献上祈祷，求主你伫头前来显明你的旨意，互阮会通对你头前的路来行。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你的手中，祝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底，也互阮借着今仔日的经文会当得到激励。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错阮这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好，咱今日要对约翰福音17章第60到19节来三角思考吼。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咱前礼拜已经有讲到圣神的工作，过来咱要来看讲耶稣安怎伫这个经文中间，这段经文，不是咧对军队者讲的。你注意来看吼，这段经文其实小可参就是耶稣咧祈祷上帝所讲的话。
但是伫即个内底也咧表达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归属。伫咱拄则读的即个经文内底伫以赛亚书，咱看见讲耶稣基督伊伫即个世上所要拄着伫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间，伊为着即个世间人来受着一寡苦楚。伊虽然无做，但是伊甲遮有侪人同埋同做伙吼。才会当来互咱做伙思考今仔日所要讲的，耶稣基督为什么爱做这项代志？其实咱要来思考是讲，咱称做基督徒啦吼。伫今日经文内底有咧讲到，耶稣伊讲伊照顾毋是照顾这个世间的人，是照顾什么人？上帝所予伊的人。今仔日经文安尼甲咱讲啦，你会感觉足奇怪，那安尼咱就免传福音啊？敢毋是安尼？若照耶稣今仔日伫圣经内底所记载所讲的吼，耶稣所记忆的是迄群上帝所予伊的人，毋是这个世间的人。到底伊咧讲的是甚物货？什么人是归属伫伊的？伫今仔日经文内底，佫有讲到另外一个概念，讲只有一个定论的，其他无有一个定论的。迄个定论是咧讲什么啦？是咧讲什么货？当然，迄个定论的，咱真正知影，就是伊无归属伫耶稣的。那安尼咱倒转来思考，为什么咱称做基督徒？也是讲咱为什么有资格被称做基督徒？那照圣经的记载，基督徒第一届受到摕出来讲，称一阵军队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的所在伫倒位？是安提阿啦吼。咱伫读《使徒行传》保罗的这个宣教行程的中间，咱有知影有两个安提阿，一个是伫亚细亚，就是即马土耳其内底，咱毋是咧讲这个，是伫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的北边，还有一个所在叫做安提阿。这个所在正做初代教会宣教中心，也是讲宣教师差派中心。迄阵的基督徒伫迄个所在三当自执，然后周边的人看见因的行为、因的生活、因的性命，所以称因做基督徒。这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1章25节到26节。伊讲，伊搁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就带伊到安提阿，因足足有1年的时间三甲自执，教示侪人。门徒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这个咱会当看见真重要。为什么？因为因的生活、因的性命、因所行、所做、所相处的，就像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耶稣也讲一项真重要的代志。伫上老尾的时阵讲，爱互囡仔合一亲像我甲你共款亲像我甲你共款，亲像伊甲上帝的合一共款。这是伫今仔日的经文11节耶稣所讲的。我现在到你那里去，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留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咱会当看见讲《使徒行传》11章所记载的安提阿的基督徒，因的生活，因可能真正有亲像耶稣基督所交代因的，因伫遐彼此相听，因伫遐有合一。所以人看到安尼有色，亲像新的诫命所讲的，恁若彼此相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11章《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4节的经文，看司提反的代志了后，基督徒四散了后，有走去腓尼基的，走去塞浦路斯，咱知影迄个岛啦嘛。
大多数走去安提阿，因为这是陆路，因较好走。因希腊人伫遐来传耶稣基督，主甲因三角地地信主的人愈来愈多。为什么会愈来愈多？咱若倒转来伫《使徒行传》第2章43节到47节的经文，咱看见，因伫遐有一个合一的生活，因有伫遐彼此分享、彼此相听、彼此关顾，然后上帝将人日日加添互因。一个教会若要发展，也是讲要有增长，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合一。伫这个经文内底，也是伫《使徒行传》，咱拢看真清楚。因巴拿巴嘛做伙去到伫安提阿遐，耶路撒冷教会人，因去看到这个教会的发展，伊就找派巴拿巴，然后咱就看到讲，今仔日个我所引用讲叫安提阿的基督徒称作基督徒的，就是巴拿巴去找到扫罗了后，带伊倒转来伫安提阿遮，甲这人三个做伙，因有圣神的充满，因有信心，因遐有生命基督信仰的生命的这个实际。伫今仔经文，耶稣讲真重要的概念，迄个概念就是归属。咱定咧讲算笑讲吼迄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安那，我的吼。但是耶稣毋是啊，伊讲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上帝所赏赐予伊的第6节、12节，伊拢讲你所赏赐予我伫世间的人。咱今仔日一直爱思考两项代志，就是讲归属伫上帝所赏赐，甲归属伫世间这两个无共款的族群啦吼。其实耶稣毋是咧讲世间无好，这个世间拄则照这个中文迄个日本的翻译较清楚吼，就是归属伫撒旦的。这个世界其实咧讲到撒旦，也是讲魔鬼吼。伫第15节的所在讲，我不求你从世界把他们带走，但我求你使他们脱离那邪恶者。迄个邪恶者伫咱的台语，伫即个所在讲，我毋是叫爱你也互因出世间，是保守因脱离迄个歹甲世间其实是画上等号的，是画上等号。世间是咧指属伫歹，下面咱搁倒转来思考讲，迄个唯一的争论是到底是咧讲啥？到底讲啥？第6节到12节，耶稣讲真清楚。12节伊讲：我甲你伫地时，捌伫你的名，就是你所互我来保守因，我也有照顾因。咧讲到这个因，是咧讲到上帝所赏赐互伊的。这个其实咱会当倒转来伫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所讲的，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无得到未无。得到永生会得到永生。这个是耶稣咧讲的，归上帝所赏赐予伊的人。其实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阵，伊还无拄到一个上帝所赏赐予伊的人，对吧？伊拄开始传福音的人的时阵，无人捌伊，然后伊才慢慢有军队者，伊甲这中间开始来竞选军队伊的人，从上帝所赏赐的有几个概念，咱会当来思考的，就是对创造的概念来看，对创造的概念来看。下礼拜我会用创造甲这个圣神来甲咱三个来思考吼。上帝创造万物，那照讲对创造论来讲，应该是所有的人拢归属伫上帝，敢毋是安尼？应该是安尼嘛吼。所以咱有当时一寡信徒咧讨论这段时阵讲，耶稣若甲世间甲属伫上帝分开，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共款啊，分迄个选民甲非选民啊，其实耶稣咧讲是这个意思。耶稣咧讲是讲，当然上帝所创造拢归属伊的。但是爱愿意接受，爱愿意接受。伫今仔日经文内底，耶稣嘛有讲因知影
是你找我来，这个真重要。无接受耶稣基督，就无法度得到这个救恩。这是约翰福音14章耶稣所讲真清楚。我是迄条唯一去到爸迄个道路。咱定讲这人拢真好啊，伊嘛会做好啊。一寡咱讲做功德的人，嘛做好啊。台湾有一寡咧做这个好事的善事团啦，行善团咱会记咧无偌久进前，台湾东部发生这个火车事故有真侪迄个行善团，伊嘛拢派人去遐做义工，特别是迄个城市已经拢安尼支离破碎的时阵，有一寡专门伫这个咱咧讲殡仪馆内底咧修护的这个美容师，因拢义务去遐咧做。坦白讲，因做无输基督徒。但是对救恩的角度来讲，因无法度得救。为什么？因毋捌上帝，因毋捌耶稣基督。基督教信仰是直线，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有人甲人的关系，欠一个拢袂使。新的界面真清楚所以上帝所创造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讲爱甲上帝有结连要有结连。再来第二个角度。上帝所赐的是啥物人？还是讲上帝所找？咱最近咧读查经，读到犹大书，开始读雅各书，咱拢看到犹大甲雅各，因头起先介绍因家己，拢讲啥物诶？咱知影雅各甲犹大是拢耶稣的小弟因无讲我是耶稣的小弟。还是讲伊无讲我是耶稣的兄弟，伊讲啥？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因真清楚知因家己的职分，因真清楚知因家己的呼召，因真清楚知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所以因无亚冠家己，因颠倒谦卑。咱来看《加拉太》第1章第1节，保罗安怎介绍伊家己，伫互这个加拉太教会的正教会、正信徒的培训的中间，咱伫这个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中间，咱也有讲过伊讲我是使徒保罗，我做使徒毋是对人的选择，也毋是对人的委派，是对耶稣基督甲迄互伊对死搁活的爸上帝所指派。保罗伊真清楚，伊家己的呼召是啥物货，毋是对人的制度设立挂一个名，律师、长老、执事，也是讲立法委员，感觉真伟大安尼。伊知影伊是上帝所指派。伫保罗所咧讲的话内底真清楚，迄个耶稣基督搁甲互伊对死搁活的上帝所指派。这就倒转，互咱倒转来，伫今仔日个经文所讲的，迄是归属伫主耶稣基督，搁归属伫上帝保罗真清楚所以这个因带咱到来思考耶稣咧讲上帝所赐的，甲犹太人的选民概念是完全无共款。我拄则已经甲咱讲，咱倒转来伫约翰福音3章16节。什么人是上帝所收赐的人？迄个定例真清楚，见若相信的人。用保罗伫罗马书第10章伊所讲的，见若心内安那相信，嘴承认的人就得救。这是上帝所赐的。今仔日个经文，咱所爱了解的部分是安尼啦。借着基督来显明。耶稣讲：“我已经用你的名对因来显明。”这个显明是什么意思？就是来甲因讲，我就是上帝所找来，爸找我来。耶稣定定用譬如来解说这个物件。比如讲，几礼拜前咱有讲到葡萄园，伫约翰福音15章，耶稣哪讲？我是葡萄园，我的爸是啥？主伊是讲的伊是讲的。所以
用主的名来显明伊受呼召的工作。伊讲，亲像第4篇23篇讲的，为着你的名，大因惊啥？伊会落。为着你的名，着主的名。再来，伫约翰福音15章第8节，咧讲着讲，咱爱应耶主的名，爱结果子嘛。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嘛，甲咱讲，这个你所赏赐予我的人，我对借着因来得到荣耀。这是第10节，伊讲，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所有的也都是我的，我的荣耀是借着他们彰显出来。迄个意思是讲，这群属伫主的人，主所赏赐予的人是有见证的，有生命的见证，因有法度实践上帝所交代伫因手中的这个代志吼。保罗，我拄则所句的咧，伫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伊咧讲保罗做使徒，毋是出对人，也毋是对伫人，是对耶稣基督，互伊对世人中各我的爸上帝，当甲当地的众兄弟写批互加拉太遮的教会。所以意思是讲，什么人写批互加拉太教会？毋是保罗。保罗要讲，毋是我，是啥物人？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耶稣所讲的，因本是你的，你用因赏赐我，因也已经受你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啥物人？这个啥物人传的？这个耶稣基督传的。但是啥物人的道理？上帝的道理。这个归属的概念真清楚伫这个所在。伫今仔日的经文第6节、第7节甲第10节。也是讲，搁有第9节、11节，拢有讲到，咱爱归属伫上帝吼。这内底讲过两摆啦吼。所以，因为伊归属伫上帝，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保守因。咱若搁继续看经文，像讲对14章，约翰的14章、15章、16章，今仔是17章，这拢咧讲到。耶稣基督怎样要来应允保守这个人？特别是14章，伊咧应允保惠师的时阵，伊讲啊，我留了平安互你。上帝要找保惠师，保惠师是安慰者，英语讲 comforter 是安慰者。所以保守世间人是借着上帝的呼召。这个上帝的呼召来成做上帝的工人。啊，上帝的工人是啥物货？咱讲使徒，咱咧讲门徒，咱咧讲基督徒。即摆基督徒听起来拢足好听吼，足侪人讲哦，基督徒无共款吼。但是事实上，你毋知影伫安提阿被称做基督徒遐个人，当因咧承认因是跟对耶稣基督的时阵。因毋是伫遐足欢喜呢，因必须爱承担冒险、性命的危险，对无？咱若看倒来，《使徒行传》11章头前者所记载，因是安那？因是伫这个司提反顺道时阵了后安那？才四散逃走的人呢？但是因去到安提阿，因犹原继续。用基督徒的生活来见证，因是属伫基督的。基督徒这个名，伫当初时是一个起笑的名，迄叫做基督的军队者。啊，伫罗马政府的眼中，基督是啥？基督是迄个耶稣新死去互门徒偷摕去的迄个代志。因无爱互当初时的人。来知影讲哦，耶稣是个我，是过了无好，无去啊。这个叫做政治操作了吼。但是伫这个所在，互称做基督徒，伊爱冒死亡的危险，爱冒顺道的危险，但是因犹原愿意伫迄个所在来承认，来过一个生活，亲像耶稣基督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讲的。
我所得到的荣耀是透过因来显明的。因必须爱付出真大的代价，才会当来表达因是归属伫主耶稣基督的。这边啊来证明，上老尾要互咱做伙来思考的啦。当然，领受呼召，咱拄则讲咧，迄个呼召毋是遐尼简单啦吼。即摆要共讲我是基督徒，迄个压力无遐尼大啦吼。要承认你的身份伫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context内底有无共款的困难伫咧吼。即礼拜一个新闻就是介绍是KT来看，有一个台湾的乌子厂咧开即个，毋知是 Uber 还是迄个Lyft 吼，后壁一个黑人少年仔举一支枪，甲讲到规头拢震起，伊讲吼。Go back to China， 伊拢要套落来。I'm from Taiwan, not China， 安尼吼。当迄个人无甲杀死啊，甲抢千几箍安尼啦吼。真侪时阵伫这种压力中间，你要去承认你的身份是有一寡危险啊。咱会当用即个来想象讲，当初时这基督徒要来称作讲我是基督徒。是主的学生，是耶稣基督军队者，迄是有困难的，吼。所以领受迄个呼召，是亲像咱即摆咧讲的，迄个圣神感动我，要领受迄呼召，足轻松的啊，喏，迄个时阵是足危险、足大的压力，毋是一个愿意尔。爱愿意面对受苦，爱愿意付出，爱愿意成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亲像伊的小弟雅各讲。犹太所讲的，我毋是伊兄弟，伊无讲这个物件，伊讲是我是伊的奴仆，哦，这种的基督徒才是真正做领受上帝属地、上帝交予耶稣基督这个人。所以咱爱伫主的内面，耶稣基督讲的，伫约翰福音15章用葡萄谈讲。你若伫我的内面，就是伫主的内面，恁就伫这个所在会结果子，叫咱倒转来解决迄个问题。什么人无属伫耶稣？是迄个唯一定论的。耶稣是咧讲什么人？咱借着12个使徒角度来看，是什么人？伫救恩内底，家己放弃迄个人。咱莫讲名吼，咱讲迄个是situation吼。伫救恩内底，你已经知影救恩啊，你已经对着主啊，你已经知影，你已经承认啊，然后啊，佮离开的，佮违背的啦。这个若借着今仔日经文所讲的，这个就是迄个世间，这个就是出伫迄个歹。其他的耶稣讲啊，无有一个定论。其实若借着新约圣经的角度来讲。主到当延前还未来，还未搁再来，或是还未搁再来到，是因为在听候咱，伊无爱一个人定论，爱人拢得救。所以，咱要怎证明咱的归属，就爱学习啊。耶稣的使徒中间12个，无逐个拢成功呢，对无？无逐个拢成功啊！伊个带头的彼得就否认啊，但是尾也有悔改。其他的10个逃走啊、四散啊，但是又搁倒转来。当圣神充满了后，因重新得到快乐。后礼拜咱会讲到活人啦，因重新搁活倒转来。咱要来思考是讲，这个人因伫因的生命中间有去失迷，有去跋倒。但是因有搁徛倒转来，搁结连伫主的内面，因用安尼来彼此相听。你注意看，因咧逃走的时阵吼，因搁会靠做伙对无？当耶稣显现的时阵，因是门关起来，吼，伫迄房间仔底，门安尼锁起来了后，因搁组织做伙哦。哦，彼得咧，搁带一群掠鱼的人，搁倒转去带鱼啊？为什么？掠鱼啊？为什么？因为因的生活有困难嘛，伊要照顾这个时势吼。
照顾这个事安尼。再来伫经文内底，甲咱提醒的爱合一，这个合一是彼此相听，是新的概念。再来讲爱行好啦。咱伫即礼拜的查经的中间，读到雅各书第1章，伊伫遐咧讨论着教会内底善者甲丧享的人的冲突。伊伫遐第1章上落尾，伊伫遐讲，若有人掠做家己是敬虔，无约束家己的旨，迄就是骗伊家己的心。即个人的敬虔是空空的。27节，独独眷顾孤儿寡妇，伫因的患难中间，佮家己手无互世俗捌着的，即个伫爸面前就诚做清气无垃圾的敬虔。雅各是足注重信仰实践的人。伊感觉就是爱安尼做，爱行好，来表达咱是归属伫上帝。今日咱所读的即个宣调，甲连面要读的即个金句诗篇第1篇，咱无行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即个人有福气。咱是归属是上帝的，咱就用咱的性命。比如讲，真侪人就看到讲啊，台湾即摆疫情，就伫遐看，你看你讲你做老个啊，开始伫遐咧笑。咱到底看到一寡人所拄着的即个困难灾难，咱要安怎用基督教的信仰来面对？我会记得，足久之前南洋的厝南面的时阵，就有足侪迄个基督徒讲啥？遐就是拢无信主啦，迄拢拜佛的国家吼，才会安尼啦。我讲你敢知影？迄照统计，基督徒伫迄个时阵死亡的比在地无信主的更较侪，你知无？因为安怎？拢欧洲伫遐咧度假的人，咱实在是看到迄个人的灾难，咱毋通安尼，咱着爱用上帝的疼心来帮助咱吼。安尼讲，人饥己饥吼，人逆己逆，迄个心情，这上界无是基督徒会当做到的。咱用祈祷来互相支持。咱用上帝的疼来互相接纳，咱做咧祈祷。天父，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会通透过今仔日耶稣基督的话来提醒阮。阮是归属你的人，但是阮毋是因为这个救恩、这个身份这个互人看做好行善的这个名尔定，阮着爱活出迄个归属你的使命。求主你来帮助阮。来思考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阮要安怎来用你的疼来三款待？阮要安怎用你的教示、你的真道来成做阮生命的尊敬？愿求你继续来帮助阮。阮虽然活伫这个世间，但是无归属伫这个世间。阮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咱做伙来吟诗296首。第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
大家这条了没有？红颜加这边呢？加注加疲惫装备，慢，加强力，慢。这个世间，常拄着阮无法度测度的代志，阮也常常对着用真理来验护伊私下做的垃圾的代志，对啊，恳求主你。下令令，也求主，你使阮有智慧，明白所有的代志。恳求主你
也看到着阮的台湾，阮的故乡啊，受到疫情的困扰，恳求主你，搁一届用你的手，光阴一直，而且也献出你所属凡所凡主你欢喜感恩，凡是奉主耶稣的名。要无所有的给咱做具体关怀个代表。好同款吼，咱大概是无改变啦吼，6月15号加州会开放吼。即马有一寡信息的登达，比如讲 CDC 就宣布讲，即马有注射的人吼，就免挂喙罨啦吼。但是加州的州长是规定是伫室内拢爱挂喙罨，所以咱基本上爱去伫加州的政府的网站来看一寡规定吼。你会当拍 COVID-19 CA.gov 吼，你会当去看到一寡资讯吼，咱来了解吼。咱也为着台湾这站华航机师所带入去这个台湾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吼，咱知影伫这几天吼，第一天是181例啦吼，了后伫台湾的今仔日是206例吼，我想伫这个中间可能还阁会无法度控制啦吼，伫爱这站拢抓出来了后，才有法度把这个疫情来控制掉安尼吼。即摆看到真侪教会开始马上转变吼，来做这个直播吼。我拢甲因安慰，我讲吼，阮已经体验1年多啦吼，这是因即马所咧经历的代志吼。咱主会长了甲Vicky 吼，要去纽约、Boston 甲纽约，咱为着因的行程来倒啦吼。我讲可能会练哦，伊讲无讲听讲足热安尼，为着因祈祷吼。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啦吼，咱准备咱的心灵领受上帝互咱的恩典。然后过来这个查经雅各书第2章吼，咱准备我同款的寄咱这资料互咱。咱这是上礼拜出席的人数吼，奉献伫周报社伫这个所在，咱家己看到问题者，甲这个David 讲一下吼。好，这后礼拜讲到资料甲服侍，后礼拜聚会改做主敬兄啦吼。好。做迄条头，听这个金句是记载伫诗篇第1篇96章，咱用保护它吼，因为耶和华实在人的路，那实在人的路，耶和华实在人的路，一篇比。咱做迄个上映的是513首，513首。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愿主用伊的圣神甲咱三甲弟弟来保守既然属伫伊的人。愿主将伊的平安赏赐互咱，对即粒到永世代无尽。免。好，今日礼拜到这。